庆祝儿童节，台中市政府的客委会头一摆日，当时客家文化园区办这个童玩节，现场准备10项这个过关的古早游戏，像讲练铁裤啊啦、步步高升、大桥等等，和大人囡仔耍甲真欢喜。 草莓姐姐伫咧舞台顶热情带大家跳舞，大家的囡仔是真欢喜。为了庆祝儿童节，台中市政府客委会伫咧当时客家文化园区举办第一届当时童玩节。虽然路口伫咧落雨，也毋过也袂淡大人囡仔热情。其实现在已经很多没有这种游戏了，所以我觉得还不错，让小朋友可以体验这些游戏。大人囡仔做伙穿加工鞋啊，挑战配合度，爱行到指定的所在才算过关。 主办单位规划这个关卡，亲像牵客家沙包、飞行球，现场是闹热喷喷。那今天我们总共有10个关，小朋友一关一关的体验我们的传统复古的这个童玩。两只脚踏伫咧竹篙，一步一步向前行，看起来真无简单。亲自甲3时放下，行出去互歌，若互感情变更加深，嘛大家都学难忘回忆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